真正 algo trading 嘅話，係我同個 AI 講，我想賺錢，你俾條策略我，證明嗰條策略得唔得？唔係普通嘅吹水，你係咪攞到硬數據證明呢條橋係 work？呢個就係 AI 嘅 trend。真正嘅 AI 可以透過成個金融模型，可以復盤，同你過去5個月、1年、2年、10年，睇晒成個金融模型。呢一條橋喺所有金融模型互相影響之下，究竟條橋本身 work 唔 work？跟住 AI 可能答你呢條橋唔太 work，可能你要改下你條橋啦。AI 係嚟緊好重要嘅趨勢，係輔助緊 algo trading 帶到佢哋去另一個地步，就係我可以預判到你未來現前咧有一個坑，唔該你唔好跳入去，你就可以輸少好多，而你賺咗更加多嘅錢喺將來發生。我喺度呼籲大家盡快報名參加我哋 KL 2天嘅實體正式交易課程，即使你係一個新手，都可以2天之內輕鬆上手嘅。快啲嚟學習乜嘢係 AI 交易啦！